没有煮，然后直接生的。没有啊。谢。这个你可以开始吃吧，吃看看。硬的要命。还好。还好吗？煮过的比较好。这个是第一个，这是没有煮过的，这是没有煮过的。OK， 几分呢？10分。OK， 这个是那个煮过的那个，你吃看。没有煮完那个。你吃完了，你说一下这个没有煮过的这个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硬的。QQ 的。没有，硬的。那好嘛，其实里面味道都已经跑进去了。没有。所以如果你牙齿比较好的人，你吃这个很好。这个是煮过的，你吃看看。是吗？这个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软软的。香香的。这个是盐。这是咸的。对，咸的吃起来怎么样？咸的好吃吗？OK， 所以煮过的橄榄，没有煮过的橄榄跟咸的橄榄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煮过的最好吃的，咸的 OK， 第三个没有煮过的不喜欢。没有煮过的，还好。OK， 我最喜欢的是没有煮过的。那个可以用烤鸡肉，对，跟鸡肉一起烤，那很好吃。然后其他的东西。OK。